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2道非常简单，但是呢也很好吃哦。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呢是来自高雄的花妈，花妈欢迎你。厨娘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妈。好，你看。这不意外，我想爱啦。这个肥肉啊，我最喜欢了。但是这个肥肉呢，就是要找这种五花的。对，好，那它的这个肥肉的分布大概是几分会比较适合做我们今天的这道料理？我觉得油花要多一点。反正他也是一个爱吃油的啦，哈。OK， 好，我们今天呢是无油料理哦，有腌啦，不是无油腌料理，有腌啦啊。但是我们就是说不再另外加油了，好，我们就利用它本身的这个油脂呢，把它煸出这个香味来哦。那花妈今天这一道是蒜香酥肉，对。然后呢，我们今天选用的五花肉呢，就是利用食材本身的油脂，然后下去完成这样的一道料理，它非常适合下酒菜。其实没有喝啤酒，我们就是例如3、5好友聚在一起喝茶，还有无酒精饮料嘛是可以啦。对，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开始。我们先让锅子的油温上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肉呢放下去煸它。那我觉得这一道料理，像我自己本身在家里煮的话，我很喜欢把它煸得越干，油逼得越干越好，干酥，对不对？对。这样子会真的那个香味哦，就真的是，香气逼人啊。其实这个五花肉啊，当然呢，有的人是用汆烫嘛，像我们那个中华料理里面就很有名的，就是那个烫这个五花肉，对，蒜泥白肉，蒜泥白肉嘛哈，就是非常简单的。其实现在我发现啊，我现在常常出去旅行啊，就会非常观察他们在地的一些食材，还有一些食物怎么搭哦。我觉得现在已经慢慢走回这个传统了，就是说用很多调味料的东西，大家好像已经腻了，对，所以都走回这种非常传统的啊，就是说我们吃到原本它食材，可能我们吃牛排也不再有这么多的 sauce，而是呢就是放一点盐巴，对，这样子就可以入口了哦。我觉得越简单的东西呢，反而是现在人越想要追求的，不管是在饮食上面了，还是在精神上面，对，就是简单过生活。对。你看哦，油慢慢的出来，慢慢的出来，所以我们要有耐心，不要想说让它快一点就大火就焦掉了。反正我一直强调了，做料理啊，跟做人一样啊，千万不要没事就火大。然后你看，我今天选的，我都会比较选油，就是肥肉多一点点的，就是分布会比较均匀的哈。那皮不要，因为皮我们在煸的过程里面，其实它只会越来越硬。皮呢，就是要用卤的，它才会软嫩嘛。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做的这一道五花肉的料理呢，皮是不要的哦。那也不能切太大块，对，太大块它不容易熟。对。因为这一道料理主要就是要吃它酥酥的口感，所以叫蒜香酥肉。然后我们又不要去油炸它，对，不要用过多的油去炸我们的食物，这样会吃起来会过多的负担。你看啊，这食物的原味的味道，对。那我会希望这样的状态，其实还不是我想要的，还不够香啊，还不够酥，对，还要再酥一些。就是我们闽南话讲的要整个恰恰，对，爱整个恰恰。我们看这个肉的变化哈，对，已经有，但是我觉得还要再煸酥一点。对，就是越酥我觉得越好吃，而且就把它当零嘴吃，是，对，可以当零嘴吃，有点像咸酥鸡一样啊。对，因为我们看到呢，今天花妈准备的这些材料，其实都好像是盐酥鸡啊，只是它会多了一个这个花生。对，其实这个花生也是后来我自己又想说，加上这个更提味，而且是要辣的花生。你这个是辣的花生？对，麻辣花生。算了，我一听到麻辣那个麻可是它的那个花椒味很香。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呢到云南啊，那个是我一直梦想，我认为我想要回去那块地方啊，我认为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所以呢我就踏上了这个云南之旅哦。然后到云南呢，我就发现说，哇，这个云南的食物里面呢，他们就是麻，哇，我就对云南有非常大的这个，就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应该，如果加一点像五香粉，是不是也会很搭？可以，很台味哈。对。
然后像好，我们今天就是以这样的状态来讲的话，因为怕有些人的牙口可能没有办法吃那么硬，对硬的东西，它其实也不到硬，它就是很酥脆。对，那我们就是把蒜末我们可以加进去。我都说这个就是辛香三宝，就是我们的蒜啊、辣椒啊、葱啊，对，这是我们辛香料的3个宝。然后把蒜香味煸出来，所以你看都没有用到任何一滴油，就是食物本身的油就有这么多了。而且以前小时候为什么都觉得阿嬷煮菜为什么都喜欢用低油？低油看耐高温呐，阿嬷较胖吼。我爸爸也常说，其实很多人都说猪油不好，但是他说他用猪油煮菜煮了一辈子啊，那个水管都没有塞住。后来不是现在有什么沙拉油啊这些，他的那个水管都塞住了，所以他最后他说他不要再吃沙拉油，他要吃猪油。我都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科学的那个，但是他虽然是吃猪油，他活到90几岁。身体好的不得了，我奶奶也是活到90几岁都吃猪油。像我现在不是在说猪油多好啦，当然这个长寿呢，不一定跟猪油有关系啊，但是就是说，其实食物本身呢，自己的身体会告诉自己啊，没错，我不需要哪些东西啊。其实像我最近啊，我也一直在听了很多一些营养的一些课程嘛，然后呢，我自己也尝试在吃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饮食方式。你知道我们人体啊，我们的脑啊，我们的脑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什么？油。其实，因为我自己身体的状态以前真的不是很好，对，就是都很害怕吃油，然后都吃得很清淡，所以看我这样虽然感觉好像很精壮哦，其实好来对贵州海聊聊啊。对，其实我前一阵子呢，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呢，就是看到，就是日本的电视节目里面看到，他说其实很多人因为减肥啊就掉头发，因为在减肥的时候你很少摄取油脂，对，会害怕。我记得我在减肥的时候也是啊，就吃那个没有油的鱼罐头啦，是，那个鲔鱼罐头是没有油的，然后青菜都是用烫的。哇，我发现真的是不行，不行啊！这个就呼应了刚刚你说我们的脑需要油一样。对，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想要让你的头发长得就是又乌黑，然后又头发很多的话，其实是要补充油，尤其是鱼油。对，就是我们摄取好油就对了。对，好油其实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啊，我才发现，原来因为我们不摄取油。我才会胆汁分泌有问题之后，才会最后变成我把大囊都切除掉了，是因为缺油的关系。对，我们曾经一位来宾就说他因为吃油吃太多反而可以减肥，我也吓了一跳。对，他说其实不吃油反而容易复胖。所以我现在也开始在尝试这个做法。他每天早上起来都喝半杯的橄榄油。然后我发现啊，用那个椰子油漱口还蛮不错的。听说牙齿会变得很好，这个都听说。对，我们自己有实际去做看，我觉得还不错。对，我一个朋友也这样子告诉我，当然他是说我不需要，因为他觉得我牙齿长得很好啊。但是我觉得说，不可以尝试看看嘛。所以呢，我在日本也买了一罐非常好的，叫做春油。可能观众朋友听都没听说过，春就是一个木字边，然后一边就是那种。不是春天的春像我们那个念葱吗？那个香椿的椿。对。那春油是什么呢？春油就是山茶花的籽的油，在伊豆半岛是非常昂贵，然后很手工，那也很稀少的这个油还真的非常的好喝真的哇，好香哦！好，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拿出我的这个卫生筷子了哈。那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随时呢可以在自己的包包里面摆一副这个环保筷子。我们享受美食还可以做环保这个很简单，因为回去你只要洗一洗就好了嘛。而且也比较卫生自己用的。对，好，就这样子。哇，看起来真的有够好食的啦，足酥的。还煎较肥的较好食。我本来是要煎较肥的啦，和你讲一个，我还是要那个我不是煎较肥的啦，我煎较碎的啦。因为这真的很下饭，然后又可以当零食吃，然后味道可以自己下去调整。
哦，如果胡椒粉够多的话，就是真的很香。真的好好吃哦。这个我很喜欢吃这个。不喝酒的人这个时候都很想要喝一杯啤酒了。好，这个是呢花妈带来的第一道。